好了，俺们了，大概3大呗，我来罗群群买的，接着俺这中国土话店的公司家都去过，给俺你都车子店都，接着去过来给俺你送命啊。总是向你索取，却不曾说谢谢你。直到长大以后才懂。巴拉姆了，但给俺你俺身边些么？俺中国做话街都吧。抖音记录美好生活。